那之前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呢，就是请问显而未定之和颠倒之呢，就是二者是否有交集？那这边呢，仁波切回答到说呢，这两个呢是没有交集的，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显而未定的性相里面呢，就有讲到说于志向清晰显现。那对于说于致敬呢，于致敬的志向能够清晰显现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呢，从清晰显现这一点呢，就表示凡是显而未定之呢，它一定呢是不掺杂着异共相，所以呢，它一定呢不会是分别之。所以从这边呢，可以了知到说，凡是显而未定之呢，它一定不会是分别之。那接下来呢，也有讲到说，它是于致敬之志向清晰显现的无错乱之。那既然讲到无错乱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就是有属于根之的显而未定之，也有属于义之的显而未定之，也有属于自证现前的显而未定之。但是呢，没有于切现前的显而未定之。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释量论里面有说到呢，大慧者犹见，能定一切相。凡是于切现前呢，它所能够显现的呢，它必定决定了之。所以呢，除了于切现前之外呢，那其他像是根现前、义现前，还有自证现前呢，都是有显而未定之的。但是呢，因为它有加上一个说它是清晰显现的无错乱之的缘故，那既然讲到是无错乱之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它不可能会是颠倒之，因为凡是颠倒之呢，必定是错乱之。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呢，没有既是显而未定之，然后又是颠倒之的了之。那仁波切说他现在听一下第二个问题，请大家稍等一下。那这边的问题呢，就是请问仁波切呢，就是法我执能不能遮止空性？那第二个呢是法我执能不能遮止空正了知，能不能遮止了知空性？那第三个是法我执能不能遮止空正见？那对于说法我执它能不能遮止就是了知空性呢？那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呢，就是了知空性，一般来说就是证得空性的智慧，就是法我执它没有办法遮止了知空性的智慧，反过来说呢，是了知空性的智慧呢，它是可以遮止法我执的。因为我们这边指的遮止的意思呢，应该是指说消失的意思，就是了知空性的智慧呢，它是可以让法我执消失的，但是法我执它不可能让了知空性的智慧消失。那至于说法我执能不能遮止住空性呢？那这个呢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从这边的问题来看，这边的法我执应该是指说中观派所讲的法我执。那既然是中观派所承许的法我执呢，那就是指说。那以这个问题来看呢，应该是以中观派的论点来看。那以中观派来说的话呢，它承许呢一切法呢都是无地时的。既然一切法都是无地时，一切法都是无地时的话，那所以呢法我执它是不可能遮止住空性的，因为一切法它也不可能遮止空性，因为空性呢就是一切法地时不成立，一切法自性不成立，这一点是空性。那既然一切法都是这种。都是这个特性的时候，法我执它怎么可能遮止得掉一切法都是无地时的这一点？那所以仁波切就回答到说呢，就是在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换一个方式去问的话呢，就是可能会产生疑惑，因为从这个问题来看呢，就是提到说法我执，那法我执呢它是有境，那能不能遮止住空性呢？那空性呢是境，所以等于是我们是在问说，从一个就是颠倒的有境，它能不能去颠倒一个就是毫无错乱的境？那这个问题就是它变得比较没有关联。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式去问的话呢，就是问说呢，就是法有我，我们就是提到说人有我跟法有我，就是法我执的，它所执的境呢，就是法有我。那证得空性智慧呢，它所执的境呢，就是空性。所以我们就从有境和有境来做比较，以及从境和境来做比较的话呢，它会比较有关联性。因为像这个问题所问的法我执，它本身是一个颠倒的有境。那问说这个颠倒的有境能不能去遮止一个就是无错乱的境的时候呢，这个比较难去做比较，所以呢，我们如果把问题换成说呢，就是法有我呢，它能不能遮止住空性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呢会比较有关联性。
因为呢，一般我们在说法有我，就是提到说有我跟无我这两个呢，就是看起来这两个它好像是就是类似有那种正相违的这种关联，所以从这边去看的话呢，从这个角度去探讨问题的话呢，比较能够去做讨论。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如果能够换成呢，就是法无我呢，它能不能够去遮止住法无我？就是从两个，因为我们知道说有和无这两者呢，一般在讨论有无的时候，知道说有和无呢是正相违的，就像有瓶子和没有瓶子呢，就有瓶子和无瓶子这两者是正相违的一样。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会升起疑惑，会觉得说，哎，法有我呢，它会不会呢去遮止住法无我？那这样子呢，问题就是产生这个疑惑呢，是比较能够去做探讨的。那在回答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就是在问说，如果说法有我这个境，它能不能去遮止法无我呢？那同样的呢，在回答的时候也是不行，因为我们知道说，法有我呢，它是一个颠倒的境，那一个颠倒的境，它能够去遮止一个非颠倒的境吗？是不能的。所以就算是法有我呢，它也不能够遮止法无我。所以呢，就是当法有我能不能遮止法无我的时候呢，就是他们两者的关系，并不像说像我们举例来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法院里面，那双方的辩护律师呢，在辩论的时候呢，他们会是互相反驳的。那一个呢是为他的辩护人呢，然后去讲说，哦，他没有偷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指证说他有偷东西，所以他们两个呢是会互相反驳的。但是法有我跟法无我呢，并不是这样子的关联。同样的，它也并不是像说冷和热这种关系，就是彼此呢他们的势力会互相消长，或者说呢像是猫头鹰跟乌鸦彼此之间呢会互相的争斗。并不是这样子的关系，因为呢，法无我这个境呢，它本身你说它要去遮止住空性，它要去遮止住法无我的话呢，它并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因为法有我它本身就不存在，它既然不存在的话，它怎么可能会有能力去遮止正确存在的这个事物呢？那至于第二个问题呢，就提到说，像是法我执，它能不能遮止住就是了知空性的智慧？那这边呢，就是一般我们在讲说能不能遮止住空性的时候呢，就是能不能遮止住空性，讲起来会比较奇怪，所以就是说在理解的时候，应该是说它能不能遮止，就是能够能不能遮止，就是让证得空性的智慧无法升起，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它能不能阻碍，就是证得空性的智慧升起。那这样子问呢，会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法我执它能不能阻碍，就是升起证得空性的智慧。那在这边呢，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现在了解到所谓的法我执呢，它其实可以分为两种，那就是所谓的遍计我执和俱生我执这两种。那这是随顺于就是像是广论还有这些中观教典里面呢所提到的，就是这些无论像是常执也好，或是人我执或是法我执呢，它都可以分成遍计以及俱生的这两者，就是遍计的人我执、遍计的法我执，还有遍计的常执。那同样呢，也有俱生的人我执、俱生的法我执，还有俱生的常执。那所谓的遍计执是什么呢？这边讲的遍计的意思呢，就是提到说呢，它只限于今生，就是今生呢，我们可能透由就是依止就是邪导师，就是错误的导师，还有依止错误的这种宗义呢，而升起的这种颠倒的执着呢，它是属于遍计的这种执着，所以才会有遍计的人我执、遍计的法我执以及遍计的常执。那所谓的俱生的执着呢，就讲到说是它不仅仅是今生才升起的，它是我们从无始以来呢，因为无明还有无明的习气的缘故呢，所产生的这种错误的执着呢，那这种呢是俱生的执着。所以呢，就讲到说我们在讲述执着的时候呢，就会分为像是遍计的人我执和俱生的人我执，遍计的法我执和俱生的法我执，以及遍计的常执还有俱生的常执这几类。那所以我们在了解到说呢，就是这些执着呢分为遍计执着和俱生执着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把问题呢就是再厘清一下，就是这里所讲的呢，就是这边所讲到的呢，就是法我执呢，它能不能遮止就是升起证得空性的智慧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指的法我执呢，是指说遍计的法我执呢，还是指俱生的法我执？
那以片剂的法我值来说呢，它能不能遮止住就是正的空性的智慧的升起呢？那是不可以的。那虽然说是不可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产生这样子的疑惑，会怀疑到说，具身的片剂的法我值，它应该是可以遮止正空智慧的升起。为什么呢？因为譬如以我来说呢，我呢现在就是承许说就是第十是成立的，所以呢我心绪之中呢是具备的就是片剂的法我值。那我在具备片剂法我值的时候呢，那我心绪之中有没有可能升起正的空性的智慧呢？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当我心绪之中具备着就是第十成立的这种片剂执着，或者说呢自性成立的这种片剂执着的时候呢，那我的心绪中呢是不可能升起正的空性的智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时候，我们可以升起疑惑，就是问说呢，片剂的法我值它到底能不能遮住就是正空智慧的升起？因为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疑惑呢？那最主要呢，就是像是在月车论师呢，他在路中论里面就有讲到说，就是正的空性的智慧呢，跟片剂的这个我执呢，它本身呢是直接相害的。它本身是直接相害，意思就是说，它没有办法能够在一个心绪之上呢同时的安住。就比如说呢，在一点之上呢，就是有冷热，那冷和热呢，它是不可能同时就是并存的。就是我们知道说，当热的力量比较强的时候呢，它自然而然呢，冷的力量就会消失，那这里面的温度呢就会越来越高。那同样的，如果说冷的力量比热的力量还要来得强的时候呢，那它的温度呢自然就会渐渐的下降。所以不可能冷和热呢它能够同时的安住，因为它们彼此是互相伤害的。一个有的时候，另外一个力量就变小；一个力量变小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力量就会变大。所以同样的呢，正的空性的智慧和我执也是一样的。当我执呢，在心绪中，当我心绪中有我执的时候呢，我就不可能升起正的空性的智慧。那我就是要透由，就是对于对于空性的闻思呢，然后慢慢的升起了正的空性的智慧之后呢，那我升起正的空性的智慧之后，我心绪之中的片剂我执，它自然就消失了。所以才会说呢，透由这样子的讨论的时候，才会升起疑惑说，因为心绪之中具备片剂我执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升起就是正的空性的智慧，所以呢，片剂我执呢，它是否能够遮挡正的空性智慧的升起？就是从这样子的逻辑来看的话呢，是可以产生这样子的疑惑的，这样子的怀疑的。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在了知到说，因为呢，我心绪之中呢具备了就是片剂的法我执之后呢，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升起正的空性的智慧，所以由此呢而升起了一个疑惑，就是片剂的法我执呢，它是否能够遮止住正空智慧的升起？那就是透由这样子的理路呢，然后升起了这样子的疑惑。那升起这个疑惑之后呢，那我们就开始答复，就是虽然说呢，我心绪中只要是具备了片剂的法我执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升起正的空性的智慧。但是否能说由此就是正的法我执，片剂的法我执，它遮止了正空智慧的升起呢？那答案是不是的。为什么呢？就是当我升起正的空性的智慧的时候呢，是正的空性的智慧遮止了片剂我执之外，并不是说因为有片剂我执的关系，所以遮止了正的空性的智慧。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就像在释量论的时候呢，我们在探讨就是生是无常的时候，就是当我心绪之中呢升起了正的生是无常的比量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我就遮止掉了我执持声音是常的这种常执。当我只要升起了正的声音是无常的比量的时候呢，那这个比量它自然而然遮掉了，就是我从前执持声音是常的这种片剂的常执，它自然就被遮止掉了。因为呢，持持声音是无常的比量跟持声音是常的这种执着呢，它二者呢是能害跟所害，一者升起来的时候呢，它会伤害另一者。但是这边所讲的损害呢，是指说正的声音是无常的比量升起之后，它能够直接伤害、直接压服住执持声音是常的这种执着，是由正的无常的比量伤害
直时生的执着，并不是说直时声音是常的这个执着，它反过来伤害正的声音是无常的比量，并不是这个样子，它是颠倒过来的关系。那举刚刚那个冷热的关系来说好了，就是当这个地方呢，就是热度比较高的时候呢，那冷的这个能力它自然而然会慢慢的被消减。那乃至于说呢，因为这边温度高的缘故呢，那冷的力量不是这么强的时候呢，那这个冷呢，它自然而然呢慢慢会转成为就是热的体性。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冷消失了，是热存在。但是呢，你不能说因为说这个时候冷热因为没有办法并存的缘故，所以呢是由这个力量比较小的这个冷的比较凉的这个能力呢，然后它去伤害温度比较高的这个热的能力，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是正的空性的智慧，它可以反过去伤害俱生遍计我执之外，并不能说遍计我执能够伤害就是正的空性的智慧的升起。那所以呢，从第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遍计我执呢，它不能够遮止就是正的空性的智慧，因为呢，当正的空性的智慧升起的时候呢，那遍计我执呢，它就消失了。那再问第二个问题呢，那俱生我执呢，它能不能够遮止住就是正的空性的智慧呢？那同样呢也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大乘来说呢，就像是大乘的见道位菩萨，或者是呢大乘加行位的菩萨。他们心绪之中呢，就是正的空性的智慧，还有法我执二者呢是能够同时并存的。所以，既然能够同时并存的缘故呢，就表示说呢，俱生我执它是没有办法遮止住正的空性的智慧，因为二者呢是同时可以在一个补特伽罗的心绪里面呢同时安住的。所以，第一个问题呢，遍计我执能不能遮止正的空性的智慧升起？不能的，因为只要正的空性智慧一升起之后呢，那遍计我执它就消失了。那第二个问题呢，俱生我执它能不能够遮止正的空性的智慧？不能，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办法遮止，因为在以就是大乘的见道位菩萨，还有像是加行道位菩萨，它心绪之中是这两者是可以同时并存的。那法我执什么时候俱生的法我执什么时候能够什么时候能够尽除呢？就是什么时候升起，就是对于俱生法我执的正对峙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法我执它就没有办法升起。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升起呢？就是在最后有菩萨的时候。那最后有菩萨，他心绪中呢，当他升起了金刚预定三摩地，就是金刚预定三摩地又分为9品，那就是最上面就是上的金刚预定三摩地的时候，或者是说呢，我们提到说最后有菩萨心绪之中的无间道。那无论说像是就是上等的金刚预定三摩地，或是最后有菩萨心绪之中的无间道呢，这些都是同义的。它就是俱生法我执的正对峙，因为在它升起正对峙之后呢，第二刹那的时候呢，它就成佛了。所以什么时候能够对峙掉法我执呢？就是在金刚预定三摩地的时候，或者说最后有菩萨心绪之中的无间道，或者说我们说成佛前一刹那的这个无间道呢，这些都是同义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它才能够断除了法我执。所以同样的呢，法我执它也没有办法遮止正的空性智慧的升起。那所以呢，从以上的这些，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呢，就是颠倒的境呢，它是不能够遮止掉。颠倒的境呢，它是没有办法遮止掉，就是无错误的有境。同样的呢，它也没有办法遮止掉无错误的境。那同样呢，颠倒的有境呢，它也不可能遮止呢，就是无颠倒的有境。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从这2个理由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法我执无论说它是俱生或是遍计呢，都不可能遮止就是正确的这个正的空性的智慧。那最后问题呢，就是问到说法我执呢能不能遮止住空正见？那这里讲到空正见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边所谓的正见呢是什么意思。就是正见呢，在我们讲说空正见也好，或者讲说正见也好，那在就是我们服顺于道次第的这种讲法，或是一些其他空性的见解来解释的时候呢，在解释正见这2个字的时候呢，它可以从境的角度来解释正见，也可以从有境的角
有境的角度呢来解释正见。就像呢尊者在开示的时候呢，常常会讲说，就是最胜珍贵菩提心，诸未生起令生者，已生起者不退转，其愿辗转得真相的这个寄颂。那尊者在开示的时候呢，也会把最胜珍贵菩提心呢改成就是最胜珍贵空正见。那这个时候的空正见还有菩提心二者呢，它指着呢都是从有境的角度呢来做解释。所以这边呢就是把正见呢从有境的角度呢来做解释的时候呢，那这个空正见呢，它所指的就是证得空性的智慧。那一般我们在讲说正见是什么意思呢？正见所讲的呢，就是没有错误的这种见解。所以没有错误的见解呢，你可以从境上来解释，也可以从有境上面来解释。那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呢是有境的这种正见。那境上面的正见是什么呢？境上面的正见就比如说像是无常等四谛16形象，或者说呢像是细分的人无我，还有细分的法无我。那这些呢都是这边所讲的境上的这种正见。但是无论说你是境上的正见也好，或是有境的正见也好呢，它其实呢都是毫无错乱的。既然你这个有境呢是无错乱的见解的时候，那自然你的境呢它就是没有错乱的境。你这个境是无错乱的境的时候呢，那即使它的有境自然而然呢就是没有错乱的，自然它就会是一个无错乱的有境。那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述到说，像这里所讲的正见，或者说我们在讲述八圣道支里面的时候呢，又提到一个正见。那八圣道支里面的正见呢，它纯粹呢就是以就是有境的角度呢来做解释。所以八圣道支里面的这个正见呢，它所指的呢就是像是正的无常等四谛16形象的这个智慧呢，然后是这边所讲的正见。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正见呢，它的境呢也一定会是毫无错乱的。所以呢，法我执它是一个错乱的了知的时候呢，它就不可能去伤害这个毫无错乱的这种见解，这个正见，这个空正见，它是就不可能呢去伤害到它。那就如同呢，我们一般事件在讲话的时候呢，都会说这种假的到最后呢，它一定是不可能赢得过真实的状况，虚假的状况它不可能就是隐蔽真实的状况，就是在世间呢也会有这种陈述的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提到说呢，所谓的就是在讲到说法我执的时候呢，那法我执里面呢提到说，法我执它所持的呢是法有我。那承许法有我呢，在佛教的四部宗义里面呢，那各派呢它是怎么样的承许呢？那就以下部宗来说，像是一切有部跟经部宗呢，他们是承许有法有我的。那从唯识以上呢，就不承许有法有我的存在，因为从唯识以上呢，全部都是承许法无我的，就是像是唯识或是中观。那中观无论说像是秩序派或是应成派也好呢，那他们呢都是不承许有法有我的。那一切有部跟经部中呢，他们是承许法有我，而且他们承许说呢，一切法呢都是法有我，一切法呢都是有我的，就是他们是做这种承许。那到了唯识中开始呢，就是以大乘的宗义师来说呢，他们是完全呢不承许有所谓的法有我的存在，因为他们完全呢就是所谓承许呢就是法无我。但是呢，他们对于法无我承许的方式呢也是不一样的，像是唯识中所承许的法无我，细分的法无我承许的方式，还有秩序中观派里面呢秩序派所承许的法细分的法无我，还有应成派呢所承许的细分的法无我呢，那全部呢都是不一样。那为什么说这三派在承许说细分的法无我的时候呢，会有不同的承许的方式呢？最主要呢就是在于说他们在于所破法有我这一点呢，就是大家所支持的就是所破的法有我呢是不同的缘故，因为大家所认明的这个所破的法有我不同的缘故呢，所以造成了他们对于说细分的法无我呢也会有不同的认知。那今天呢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呢，然后就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呢就是这些问题呢最主要就是透由就是中国的法友呢他们在就是研讨的群组里面呢所提出的问题。那对于说各位中国的法友呢，就是你们如此认真呢，而且这么好学，那我听到之后呢，真的是非常的欢喜。那就是我们能够成立这个研讨课的目的呢，或是这个上课的目的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大家能够透由思维，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呢，对于佛法能够深入的学习。那现在看到说，就是你们每一位呢都是这么精进的在学习呢，我本身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随喜，然后呢也很感谢大家。而且佛法呢对我们来说，并不是说一种新的宗教，而是说我们本身呢就是过去的世代呢，就都有在学习佛法，所以现在大家能够继续的学习佛法呢，我真的非常的欢喜。而且我们知道说呢，世尊所讲的所有的教育里面呢，最主要的心要呢，就提到说是缘起的道理，缘起性空的道理。那既然讲到缘起的时候呢，就表示是互相关带的，无论像是因果缘起也好，或是关带缘起也好，所讲述到的呢，就是彼此之间互相关带的一个。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的关待，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在一起呢，好好的学习呢，也是透由这种的关系，然后透由我们彼此这种互相的关待，互相这样一起学习，一起努力，然后透由学习呢来了解佛法，然后进而呢对佛法升起信心。那升起了信心之后呢，然后再来回馈，然后想办法呢让世尊的圣教呢能够作为更广大的弘扬。那我希望说大家呢都能够这样不断的努力，而且对于说佛法的这种研讨呢，并不仅仅是说像是久久研讨一次。那希望说大家呢都能够就是每日呢都能够花一点时间呢，然后在佛法的问题上面呢能有一些探讨或者说研究，然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希望呢你们可以继续呢这样好好的研讨。那我真的是非常的欢喜，然后也是非常的感谢大家。那除了大家要好好学习佛法之外呢，那对于说皈依和发心的这个修持呢，也是希望说大家能够每日去做观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习佛法呢，除了增长我们的这些对于佛法的了解之外呢，那最主要呢是对于佛法的行持。那我们现在能够行持呢，就是下手点最好的呢，就是皈依和发心。就是无论我们学佛学得多好，对于佛法有了解多好呢，最主要呢是要把它用来调伏我们自己的心绪。因为呢，如果没有办法去调伏我们的心绪呢，反而让我们心绪之中，因为学习了这一些道理知识之后呢，让我们心绪里面的这些烦恼不断的增长的话，那其实那我们学佛对于教法，还有像对于利益有情呢，也没有任何的注意，那反而会像经典里面所讲呢，就是如天成魔一般。因为透由这种学习佛法之后呢，让心绪里面的非理作意不断的增长，反而像是如天成魔一样。所以呢，以我们一般世间人来说呢，就是我们都有一种特性，就是当我们的学识知识越来越好，不断在增长的同时呢，我慢呢也会跟随着增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呢就要准备一个大锤子，就是呢发现这个我慢一长起来的时候呢，你这个大锤子呢就准备要锤下去，就是要把这个我慢呢给调伏。那对我们来说呢，这个锤子是什么呢？这个锤子呢就像是皈依和发心一样，就是透由皈依发心呢来调伏我们自己心绪的时候呢，当这些非理作意或是我慢增长的时候呢，你自然可以透由皈依发心呢，把这种慢心呢给降服。就如同说，我们会觉得说，在住的地方呢，想要住的看起来舒适一点的时候呢，就会想在前面的这个空地呢种一些草皮。那我们在种草皮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草在长的时候呢，草皮在长的时候呢，同样的杂草也会跟着一起长，会跟着长出来。那长杂草的时候，我们并不能放任着它不管，不能说我的草皮长多长，然后杂草也长多长，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一定会在种草皮的时候呢，然后就准备呢要除草的这些机器，无论说像是我们想要用手去除草也好，像用镰刀用手动的方式除草也好，或是你用机器自动方式除草也好呢，你一定会做一个准备。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佛法的道理的同时呢，就是在学习的同时呢，这些学问不断、知识不断增长的同时，我慢也会跟着增长。所以，为了让这些慢心不断增长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一个能够调伏这些慢心，或是调伏这些非理作意的这个工具。那这个工具对我们来说呢，就是皈依和发心。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每日呢都不要忘记观修皈依和发心。那所以呢，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希望说早晚呢都能够观修一遍皈依和发心。因为呢，就像刚刚所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当我想要种草地，或者说我想要种草皮的时候呢，那如果我把这个草皮呢，就是我家前面这个院子里面的草皮呢，要是整理的很干净的时候呢，那别人看到的时候呢，
别人路过看到的时候呢，也会开心。那自己在家里看的时候呢，也是觉得很舒服，然后看起来呢也是很悦意，然后全家呢也很开心。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种草皮的时候呢，对于升起的这些杂草呢，你要是不去处理的时候，那别人经过你家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的朋友到你家的时候，就说你不是说你家前面有种草皮吗？我怎么只看到一堆杂草而已，什么草皮都没有看到，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不注重，只知道说学习这一些佛法的知识，但是呢却不会去调心的时候呢，那同样的，当我们对于佛法的这一种知识或者说佛法理解越来越深的时候呢，那我们的慢心会跟着增长。那烦恼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大。那别人从外向看到的时候呢，就觉得说你这个人就是一个我慢很高的人，或者说你这个看起来就是很会嫉妒，或者说具有很强烈比较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呢，尊者在开示的时候呢，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透由学习呢，然后来了解佛法。但是在透由学习了解佛法之外呢，我们最主要是要把我们所学到的这些内容呢，然后拿来结合我们的心绪，要把它拿来结合我们的心绪。就像刚刚所讲的种草皮的这个例子来说的话，因为这是我们眼睛所看得到的，所以呢，这个跟我们承不承许佛法呢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要调服自己的心绪的这一点呢，就是希望能够我们变得越来越好。这一点呢，是不管说你有学佛或是不学佛呢，那同样呢，你只要在这个社会里面生活，你就是要做到，就是你就要知道说，一切呢都是关在的他人而有。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跟社会，我们一定是希望说，我处在的这个社会跟环境呢，能够变得越来越好。那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呢，一定是自己跟他人都能够感到安康的时候呢，那才会变得越来越好。不可能说你自己呢过得很好，然后其他人都过得很辛苦的时候，那这个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好，这一点是不可能的。那就像我们最开始呢，在观修皈依和发心的时候呢，就有讲到说，如果说我们是承许前后世的时候呢，就有讲到说，因为过去是我们不断投生的缘故呢，所以一切的有情都可能当过我们的母亲。那他当过母亲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就要对他升起念恩和报恩的心，然后透用这种方式呢，所以我们会去对其他有情好，因为呢想念他们的恩德，所以就要想要去报恩。那即使呢我们是不承许前后世的话呢，那就是透有思维到说，自己呢和他人一样呢，我们呢都是希望能够离苦得乐的。那我想要离苦得乐的时候呢，那自然别人他跟我一样，就是我们想要离苦得乐。当别人经过你身边的时候呢，随便用手指戳你一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不开心的。那因为我会因为这个样子不开心的话，别人他也会因为这个原因而不开心，这一点是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苦乐呢是关在他人才会有这种安乐的。就比如说呢，从我今天早上一起床，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其实我所有的安乐呢都和他人有关。从我今天早上一睁开眼睛的时候，或者说我要吃饭的时候，因为不可能我一个人去田里面种稻，然后到最后面煮饭都是我一个人去做。我光要吃一顿饭呢，就要关带很多人的努力，我才有可能吃到这一口饭。所以从这边就去思维到说呢，我想要自己一个人获得安乐，不关待其他有情，这一点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既然呢我们的安乐都要关待其他有情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好好的呢去观修皈依和发心。而且呢，我们知道说一切呢就是痛苦呢都是来自于我爱执。所以呢，当我的我爱执越强的时候呢，我们呢就会感到越痛苦。所以当我能够缘着其他有情的时候呢，升起爱他心的时候呢，我们痛苦呢，它自然而然呢就能够变少。所以透过这个呢，我们在学习经论之前呢，要升起一个，就是我现在学习这些经论呢，是为了利益其他的有情呢而学习经论，并不是呢为了让自己变得很厉害的这个目的呢来学习经论。因为呢，当一开始我们的意乐呢是把它放成说希望我自己变得很厉害的时候呢，它就掺杂了我爱执在里面。那掺杂我爱执的时候呢，他最后所感得的呢，就会只是苦而已。那而且越学呢，我爱执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强。所以当一开始呢，我们能够升起一个为了利益其他有情呢而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呢，那你的意乐呢是以利他心做你的动机的时候，那自然而然呢，你在学习遇到痛苦的时候，那你自然而然也可以去净除这些痛苦，因为你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帮助其他有情，所以当遇到苦的时候呢，你也能够想办法能去克服。所以
我们学习佛法呢，或者说做任何事情，最主要呢就是要观待，就是能够调伏于我们自己的心绪。那所以呢，现在就是知道说大家也有在学习呢，那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学习。那希望说大家能够坚持呢，努力的学习下去，因为我们这个学制呢，就是有12年的学制，那现在呢，就是已经到第2年快要结束了，所以请大家呢，就是再努力个10年，就是在这10年里面呢，加油，然后好好的学习，然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希望说呢，将来都能够对教法还有众生呢有所利益。那今天因为时间已经到的关系呢，就是我们还要就先上到这边呢，还是说心类学呢还想再讲一些？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再讲一点。那上一堂课我们主要是讲到说第67页的部分。那67呢，我们讲的是第二大段，就是错乱之还有无错乱之。那对于错乱之呢，就讲到说错乱之的性相是错乱于自之显现尽的了之。那事项呢是颠倒之还有分别。那这在上一堂课的时候呢已经解释过了。那无错乱于自之显现尽的了之呢是无错乱之的性相。那比与现前二者呢是同义。那我们之前有讲到说佛法呢，它最于殊胜的地方呢，就是在于说，像我们学习经论呢，就可以了解到说，我们透由就是你了解到了什么是错乱之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和它的正相为无错乱之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自然而然的理解。就是和它完全相反的这个道理呢，我们能够自然的理解。所以呢，我们从性相上看呢，就可以知道说，无论是错乱之还有无错乱之也好呢，它在性相的最后面都提到了了之，所以就表示到呢，它的体性呢就是明且了之的这一点。那二者呢都是明且了之的体性呢，那它们的差别呢在哪里呢？就是尽错乱之还有无错乱之呢，它们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它们趋入于尽的方式。那趋入于尽的方式有什么样的差别呢？与错乱之来说的话呢，它是对于自尽呢显现错乱。什么叫自尽显现错乱呢？就是在它的显现迹上呢，非彼显现是彼，就是不是这样东西，你把它显现为这项东西呢，就是属于错乱。那所以呢，反过来说呢，什么叫做无错乱之呢？就是非彼显现于彼，就它不是把这个东西显现是这种东西的呢，那它就是属于无错乱之。所以呢，以错乱之来说呢，它所显现的呢，就是不是一种真实的相状的这一种呢，那就叫做错乱之。那无错乱之呢，就是它显现的呢是服顺于事实的状况的这种呢，就是属于无错乱之。那所以这里呢就提到说呢，就是无错乱之呢，它跟现前呢二者是同义的。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是凡是现前之呢，它就一定是无错乱之。那以大复扁足，就是以直平的眼根之来说好了，直平眼之来说呢，它所显现的呢就是平直。那如同它显现一般呢，就是它显现的时候呢，会显示就是大复扁足能装水。那如同它显现一般的大复扁足能装水这个平直呢是存在的缘故，所以呢，它对于说于自之显现境呢是没有错乱的缘故，所以呢它是属于无错乱之。那以直平的分别之来说的话呢，它就是错乱之。为什么呢？因为直平的分别之呢，它在显现的时候呢，它是显现异共相。那它所显现异共相之后呢，它是把这个平直的异共相呢，它并非平直，但是把平直的异共相呢显现为平直，就是非彼显现为彼，它将不是平直的平直异共相呢显现为平直。就比如说呢，我们现在是坐在家里面。但是呢，我现在想到公司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想到公司的桌子椅子的时候呢，显现的是这些桌子椅子的异共相，但是我会把这些桌子椅子的异共相呢，就是显现为桌子椅子，所以才会说呢，它是呢就是显现，它是将非彼呢显现为彼的缘故呢，所以直平的分别之呢，它是错乱之。所以透由这边呢，当我们了解到什么是错乱之的时候呢，你反过来你就知道什么是无错乱之。当你理解到无错乱之的时候呢，反过来你就知道什么是错乱之。那所以这里讲到呢，无错乱之呢，它和现前呢二者是同义的，因为我们之前有学到呢，现前的性相呢，就是
以离分别且无错乱的了知。那第一个呢，就是凡是现前之呢，它第一个呢，它不会是分别之。那第二个就讲说它是无错乱的了知。那既然是无错乱的了知的时候呢，就表示它一定呢是无错乱之。那反过来说呢，就是以分别之来说的话呢，它一定呢是属于错乱的了知。那接下来呢，在无分别之里面呢，那无分别之里面，像是又是无分别之，然后又是颠倒之的这一种，就是颠倒的无分别之来说的话呢，它也不是无错乱之，因为它本身呢就已经是错乱颠倒的了。那在以显而未见之来说的话呢，显而未见之呢，它同样呢也是属于就是无错乱之。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复次，此是依经部中而言，唯是中义则不是如此。那这边所讲的复次呢，或者说讲的此的意思呢，就是说这边所讲的就是现前和无错乱二者同义呢，是指说这里所讲的现前和无错乱二者同义呢，是依经部中而说，或者是说呢，我们在这里我们讲到之前呢，就是现前的性相，以离分别呢且无错乱的了知呢，是现前的性相。这个呢，对经部中来说的，唯识中呢，它并不承许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无论说我们是讲这里讲的，就是现前呢与无错乱之二者同义，或是前面呢在讲述说以离分别且无错乱了知呢是现前的性相，这一点呢都是根据这里所说的经部中而言。对唯识中来说呢，并不是如此。因为通常我们在讲述心类学的时候呢，会说心类学它是通于就是唯识中还有就是经部中二者的，它是共通于经部中跟唯识中，但是是指某些部分，因为它在某些部分所讲述的性相的时候呢，像这里所提到的，它是就像这边所讲示的，就是无错乱之跟现前二者同义，主要是依据经部中的角度，因为唯识中呢，它并不是如是的程序。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原因，就是唯识中呢，它为什么呢不承许如此呢？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讲到说唯识章呢，它是主张呢，就是现前有错乱还有无错乱的这两种的现前存在。那我们在解释就是唯识中的现前的时候呢，我们要先了解到说，就是经部中所讲的现前，就像这里所讲的，我们想要说直平眼知的时候呢，它在显现平直的时候呢，就是如同它显现一个平直一般，那这个大腹扁足能装水的平直呢是存在的。所以呢，对于经部中来说呢，就是直平眼知呢，它呢是现前之，它也是无错乱之，因为呢，它所显现的平直呢是如同显现般呢是存在的。那以唯识中来说的话呢，就是唯识中它也是承许说，就是直平眼知呢，在显现平直的时候呢，它也是显现了大腹扁足能装水。但是除了显现大腹扁足能装水之外呢，它又显现了一个就是外境成立的大腹扁足能装水。就是我们直平眼知在显现平的时候呢，我们自然会显现出我们的眼知跟平直呢彼此之间是有一个距离的，并不是说就是这个距离感是存在的。你一定是觉得说平直呢这个外境呢是在远方，它跟你的眼知呢是完全就是没有关联的，一个是在前面，然后眼知呢是在后方，彼此之间是有个距离的。所以它是它是承许说我们直平眼知呢在看到的时候呢，是同时在看到就是大腹扁足能装水的平直之外呢，显现这个大腹扁足能装水的平直之外，它同时显现的就是外境成立的大腹扁足能装水。所以呢，它在这边呢，它并不承许说以离分别且无错乱的了知呢是现前的性相，它所承许的呢是离分别且由坚固习气所生的了知呢，那这种了知呢是属于现前的性相。所以这样子的了知呢，它也有可能是错乱知。就比如说像是以凡夫来说，凡夫呢他在看到大腹扁足能装水的同时呢，他也是看到了外境能够成立的大腹扁足能装水。那这种了知呢，就是这种错乱的这种现前知呢，就是错乱的这种直平眼知，是指凡夫心绪之中的直平眼知。所以以唯识中来说的话呢，它是承许呢，就是现前知呢有错乱知还有无错乱知两者。那有错乱的呢，就比如说凡夫心绪中的这种凡夫心绪中的这种根知。
那就是属于错乱之。那圣者心绪中的根之呢，它就不会是错乱之。那说圣者，或者说像是佛圣者，就是佛陀心绪中的这一些，像是眼知、耳知等等呢，那它都不会是错乱之。所以呢，就唯识中，还有就唯识中和秩序，唯识中和经部中来说的话呢，他们承许说五根支呢是根支的这一点呢，那是一样的。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的差别，但是呢，就差别在于说这个根支呢，它是否为错乱之呢？那这个是他们最大的差异呢，就在这里。就以唯识中来说的话呢，它是承许凡夫心绪中的根支呢，一定呢都要是错乱之。凡夫心绪中凡是五根支呢，它都一定要是错乱之。为什么呢？因为凡夫的根支呢，它一定呢会显现外境。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是这种其实我们自己也会有，我们也有这种经验。比如说呢，现在桌上呢放了一个杯子，那我们在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呢会觉得说，杯子呢它是在前方而有，它并不是跟我的眼知是透由同样的习气所产生的。就是我们要升起这一点，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你不会觉得说你眼前的这些东西跟你的眼知，它是透由同样的一个习气所生的。所以呢，唯识中他就承许到说呢，凡夫心绪的五根支呢，它呢一定呢是属于错乱之。为什么呢？它一定会显现外境成立，就是它一定会显现说你所产生的这个境显现的这个境跟你的眼知二者是没有关联，你并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坚固习气所生的，它二者是就是直凭眼知跟凭知二者呢，它并不是同一个习气所生。凡夫并不会这样子觉得，他只会觉得说这两者是没什么关系，他不会觉得说这两者是一个习气所产生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就承许呢，就是凡夫心绪中的五种根支呢，它必定呢要是错乱之。那也因为他这样承许的缘故呢，他自然而然他就没有办法去承许到说唯识中所讲经部中所讲的以离分别且无错乱的了知呢是现前的性相。那自然而然他在安立性相的时候呢，就和经部中会安立不同的性相。那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边，不然再解释下去的话呢，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下一堂课呢再继续的做解释。